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，我係 Kitty， 我係 Hello Kitty。今日咧同大家嚟翻新界東火炭站，介紹一下星海提案。咁啊，橫觀咧，其實香港99個地鐵站咧，而家要揾一個近地鐵站、半新樓、有商場、生活配套方面嘅地方咧，一啲都唔容易噶。咁點解會帶大家嚟呢？呢度仲有一顆滄海遺珠，我想介紹俾大家。先睇翻星海提案個地點啦，其實點解話佢非常方便呢？左邊有一條馬路，由星海提案行翻過去呢一條馬路，你就會直達火炭站。經東鐵線半小時生活圈，你就已經可以直達羅湖、落馬洲，甚至乎港島金鐘。而去九龍亦都只需要15分鐘，真係30秒嘅步程。好啦，樓盤由2021年樓花開始賣，當時商場仍然未開，今日所有嘅一手都已經賣晒。睇下而家個商場有啲乜嘢？生活配套方面，大家樂、三多、瑞幸咖啡、診所、幼稚園、藥房呢啲全部都一應俱全。其實呢個樓盤咧喺東鐵線嚟講咧，屬於比較新嘅，而佢嘅價錢咧亦都係相當合理。咁比對翻，其實有交通、有商場、有民生、有學校，我哋係91校網，呢度嘅住宅環境係非常之唔錯。咁今日我帶大家嚟係睇一顆滄海遺珠，呢度仲有一顆特色單位，一手仲未賣㗎。單位尺數係1569尺加一個特色天台659尺，開揚景觀4房單位，我哋而家即刻去睇下。身處後邊呢，其實就係星海提案嘅正門。除咗平時你可以放工翻嚟喺呢度入之外呢，其實商場都有個入口可以入去嘅。我哋即刻去睇下。今日帶大家睇星海提案極罕頂層複式，實用1569尺，正南開揚朝向，正中4房3套，再加獨立工人套房、專屬儲物房，全屋私演道拉門，間隔零浪費。單位自帶86尺私人平台，獨家戶外休閒空間，成個客飯廳超級方正通透，全面落地玻璃，正南冇遮擋視野，日間採光滿屋，夜晚夜景極致。普通分層根本冇呢個配置，旁邊就係廚房，間隔企理，配套嘅家電質素都非常好，設備齊全，煮食空間寬敞，煮飯打理都好順手。一樓睇完，我哋上2樓睇下2樓嘅視野同休息區域。上到2樓，首先就係主人套房，空間闊落，仲附帶一個專屬露台，另外設有獨立嘅衛浴套間，自成一區，私隱度非常高，享受獨立休憩空間。隔籬呢一間都係套房，空間充裕，做長輩房或者細路房都非常合適。再入嚟呢一邊就係第3間套房，同樣都配有獨立衛生間。中間位置仲設有一間洗手間，2樓一共帶4個洗手間，每一戶家庭成員都有自己獨立嘅套廁，居住舒適度好高。2樓睇完，我哋上天台感受下高空景觀。成間屋最大亮點，657尺巨型私人天台加64尺梯屋，整片片區最頂級嘅私人戶外空間，燒烤、派對、家庭聚會、空中觀景，獨享頂層專屬體驗。分層單位有錢都加裝唔到。雙層複式分層報告，3房套房設計加獨立主人私隱區，家庭成員分區清晰，互不打擾。額外標配工人套房同獨立儲物房，大家庭自住，收納需求完全滿足，實用率極高。總結返呢間屋同等尺價水位只夠1萬蚊尺，但你捨棄擁擠普通分層，換嚟嘅係頂層身份。絕版複式私人天台加平台，多套房極致戶型，性價比、稀缺性、自住舒適度，全盤展白同區分層，91名校網，鄰近港鐵，配套成熟，自住超級保值。呢一類頂層複式放盤非常罕有，有興趣即刻私信我預約實地睇樓。